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傳道書第一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凡事虛空，勝歷史日光之下無新事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傳道書第一章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。傳道者說：虛空的虛空，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。人一切的勞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。有什麼益處呢？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，地卻永遠長存。日頭出來，日頭落下，急歸所出之地。風往南刮，又向北轉，不住的旋轉，而且返回轉航原到江河，都往海裏流，海卻不滿。江河從何處流，仍歸還何處？萬事令人厭煩，或作萬物滿有困乏，人不能說盡，眼看看不飽，耳聽聽不足。義有的時候必再有，義行的時候必再行。日光之下並無新事，豈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說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。已過的世代無人紀念將來的世代，後來的人也不紀念。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，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。乃知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。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，都是捕風。彎曲的不能變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數。我心裏議論說，我得了大智慧，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經歷智慧和知識的事。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，乃知這也是捕風，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，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一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凡事虛空，勝歷史日光之下無新事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凡事虛空，勝歷史日光之下無新事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一章：凡事虛空，勝歷史日光之下無新事。想一想，為何傳道者話凡事虛空呢？